中华汽车捌发生海客攻击的治安事件，造成部分产线停工。中华汽车今对外表示，经过检修了后，已经开始恢复生产。也若停工减少的产能8月会调整，对公司无重大影响。中华汽车23传出部分资讯系统受到骇客攻击，虽然马上启动相关防卫机制和复原作业，不过也受部分生产线受影响。 因为网络的防守来讲出现了一些问题，经由远端桌面的方式连线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机。那因为有一些重要主机可以控制到它里面的一些的这个电脑，所以在产线上面的一些电脑来讲呢，就遭受到勒索病毒的一些攻击。中华汽车低调用重大信息回应，表示这届治安事件造成部分产线停工，经过检修了，已经陆续恢复生产，因为停工减少的产能。 会伫原定8月税收做调整，对公司无重大影响。不过，中华汽车除了3名品牌车以外，嘛大工组装自用车品牌 MG 车款，因为销量真好，引起各界关心。这个系统防攻击是不是影响高车？中华汽车讲 ，MG 生产线已经恢复。各企业也必须要在治安的人员管理 SOP 以及治安防护的各种技术上的条件都要有所提升。 好，这个是不分公司部门的。那我们的速发部，以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，也会不定期的进行治安的稽核。国内定定传出治安危机，有治安专家讲，台湾每礼拜受攻击的次数是全球平均的3倍以上。呼吁除了要加重治安法规的罚款以外，透过治安保险和培育治安人才技术嘛真重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